从头一跳跳。谢谢各位阿弟姑，好个家下提通三分通，你就要点嘛嘅系三分通么？当然的呀，三号就系四号，就号三号。啊，错。还有天都好高，有前头是羽毛好帅。看系唔错，你就原本就唔知嘛嘅系三分通。你的好，给你讲过啦，嘛嘅三号运动。三分通就是做好事、讲好话、存好心。做好事，讲好话，存好心。嘛嘅是做好事啊。哦，爱知咧，就会做喜事嘅意思。咦，我记得阿公讲，不下有人个神，每人都讲做好事呢。唔错唔错，有人个神，阿公讲去做坏事。冇讲错咧，你就讲嘅错，咩唔错？啊，嘛嘅意思啊？做好事有几种意思，像我还有喜事会讲做好事，我还有人个神，你都爱求弟弟还会讲做好事，个伢就会讲嘅做好事系做善事。就会讲，要有能力嘅时间，我多多同人睇书，对吗？哦，原来系这意思哦，冇问题啦，我就会做好事咧。天黑一擦风，三擦浪，碰风嘅。哇，你讲帮从嚟同我讲，你啊，天时动念，我老阿妹比我下。同到外婆有人进行，我就同阿妹讲，阿妹，公弟一些先同你天数好么？其实才当水果。有爱心。阿妹同我按讲，当分喜，行进我我爱，如果爱100颗做中意，真差分啊！这3年就给很嘛嘅啊！错啊，你系乜嘅？爸爸买饼去咯！啊，买饼皮嘅，这个唔可爱係平時做好事啊！你嘅系一個最少要佢買餅皮是嘅，用算做好事。错吧？那还有你买冰淇淋恰还是张孙做好事？好咧，係嘅捱對講法，我記得哦。爸做對道事，爸好難講哦。愛啲唔講愛那個人冇乜嘅會講話，仲就講錯法。哦，错吧？禮拜二我嚟10嘅頭課，中開啲圖書館，結果有兩個同學來，還有一個同學問到，佢超講，唉，佢嚟嘅冇來。啊，結果其中一個同學談咧，就冇法子講，改嚟嘅冇來，阿娘捱係冇改嚟嘅咯，佢捱真好咧。講衰200條小條咧，真見講錯法咧。眼看嘅同學走咧，佢講，唉，冇佢做嘅走咧，唉，讓一個同學談嚟講，佢冇佢走，意思係佢用做嘅係捱咯，按用捱啲佢，講衰2呀走咧。你哦，要難老提數唔在，講法以前就係愛善事啊，人哋做乜嘅事，講乜嘅法，都愛心存好意，千萬做唔得這樣。阿彌陀佛，蘇卡請你多。好，我嘅天對根本人開始做3號運動，愛ไม่愛，อันนี้เขาหา做好事，講好話，存好心。下咁妹。謝謝愛。阿啲姑下台一跳跳。